因为为什么觉得很可怜呢？既然遇到这么殊胜跟这么好的因缘，这么怎么说呢，珍贵的传承的时候，不去修的时候呢，必须得要想到一件事情。我们在整个的佛法当中呢，就是修持佛法，让一个众生可以依靠佛法可以解脱，可以让他获得佛果。但是如果没有修得好，或者不修的情况下，没有结果，甚至如果没有修好的情况下，又以此要堕入地狱或者是变成那种恶道的宝石。宝石是什么？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，如果是要丢下去，那么抛弃的一个石头丢下去，因为石头很重，很高的一个楼层上，把一个石头往下一扔，它就是很快的就会到底落在地上嘛，因为它的重量，那么就很重，所以就是它直接可以马上到地面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是一个棉花，那么从一个高楼上你把它扔下去，但是它也是会飞在空中很长时间，不一定马上接触到地面嘛。所以就所谓的这个落到三恶趣的宝石的意思什么呢？就相当就是自己如果修行的这个行列当中没有修好，甚至如果造业的情况下，那么就变成那种怎么说呢落到三恶趣的宝石。所以呢就非常重要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大家更要慈悲自己对自己要慈悲心，对一切众生也更要有菩提心。那么在菩提心跟慈悲心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慈悲心呢，就是相当于来说的话，就所谓的慈悲呢，就是所有的众生都会有的，就是大与小的区别不一样。那么慈悲的对境的范围的大小不一样。不然呢，就是在很多的肉食动物它也是有慈悲心，自己同类的这个动物以及自己的小孩是会有慈悲心的。但是呢，就是除了这样以外，他们就并没有什么慈悲心。那么在我们修持佛法大乘佛教的一个人来说的话，那么就是为所有一切众生要有菩提心。所以我们就是以为自己慈悲，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以这样去修持，才是会最圆满的修持方式。所以我们必须得要知道在我们仅仅的就是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不需要重视的方面，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要重视的方面前面也讲得很清楚嘛。我们是不是适合今天到处地方跑，今天在这个道场里面走一走，明天在这个道场里面走一走，后天在这个道场里面走一走，就是这样跑来跑去的时候，今天这个时候是对吗？那当初呢，就是在阿底峡尊者对他的弟子们说的。但是现在我们作为一个佛门弟子，以我们自己的一种状态来看，那也是没有这个实践嘛。人生无常，实践无常。我们众生本身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，因为自己很可怜，一定要对自己一定要慈悲。可怜的原因是什么？虽然我们就是有不幸当中就是大幸，就像那个时间语言里面所讲的一样，我们虽然在六道轮回当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佛，还没有解脱，但已经我们获得了非常殊胜圆满的传承。如果是我们自己认认真真的修持，对传承对佛法对上师都有信心，对自己都有信心的情况下，认认真真的一心一意的修的话，我们即生能可以成佛的。以这样的传承，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传承的一个殊胜的因缘，获得这样传承的一个殊胜因缘。但是如果是我们还要再不去修持的情况下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得到这么殊胜的因缘都不知道。所以就是我们自己要更可怜自己。所以就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虽然已经获得这么殊胜的传承，但是我们可怜的地方是什么？就又没有时间，又要忙时间那个怎么说呢？工作的事情，又要忙家庭的事情，又要忙吃喝玩乐各个方面，
就今天就是有的没有的，所有的事情都不得不做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，人生的一大部分的时间，70%的时间都不是属于自己的。人生算是属于自己的，但是人生的所有的时间，那么就是在里面呢，就是在用在睡觉的时间跟休息的时间，真正的就是可以在醒过来在做事情的时间里面来说的话，也是70%的时间都是不自在的，不是自己的自由的。那么剩下的30%的这个时间里面，好好的去安排一下修持的这个方面，修持佛法的这个方面，不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上面的话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才是能够可以修持圆满呢？为什么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？因为过去的这个佛教的历史上面呢，就是有这些一生当中修持佛法的，就像弥勒里巴尊者一般，或者是在过去的在印度的那个怎么说呢？那个80个大成就者、6大2生等等各种各样无量无数的这些成就者，他们都是有一生修持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但并没有说一生当中他们就是在行商啊，什么在怎么说呢？那个成立家庭啊，什么等等各种各样，就是在今天在这里工作，明天在那里，都没有这些的故事嘛。他们的故事里面都是完完全全只有修持佛法的故事。那么在藏地的很多就是那个大成就者那些上师们的，他们的那个故事当中也是一样的。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殊胜，那么有福报，那么有因缘？因为呢，就是过去生都已经是圆满了许多的福报，就像释迦牟尼佛。那么过去很多事的时候，都是他做国王的时候，也是他修持；他做国王的时候，也是做布施，帮助他人。那么做就是在地狱的众生的时候，都是为他人发心。以这样每时都是有这样的发心的。结果呢，就是最后就是成佛了。就像这样，所有的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嘛，也是累积了那么多的功德，所以就已经成就了。那么在他们，就像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在地狱里面发心的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在六道轮回？当然，我们也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啊。那我们就看一看，他从那个地狱中发心开始，一直就是一世有一世更能够可以发愿有更殊胜的因缘跟缘分，所以就最后成佛了，对吧？那么就像弥勒里巴尊者也一样，他过去生也是一定有不同的特殊的这种因缘。那么在那一世当中，他也是有认真的修持，他有那么大的这个决心感，他有那么坚定的一个心，能够可以修持佛法，是过去是有因缘的。虽然他是说他不是什么诸佛菩萨的化身，他是主要的那个成就都是这一世当中修来的，这是没有错，他就是一切的成就是那一世当中修持来的。但是他能够修持那么圆满的，他有那么怎么说呢？那个无比殊胜的智慧的原因是什么？那肯定是过去的因缘跟福报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么我们到现在还是。既然有到这么殊胜的因缘跟传承，但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修持，没有办法认真的修持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更加的要可怜自己，更加的要就为自己要发慈悲心，为众生要发菩提心，而且是同时要下定决心，下定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决心，那么在不顾一切的修持佛法，即生能够达到成佛。是我的最终的目的，要这样的一个下定决心来修持是最重要的。